顶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唱声唱，予人知，也好我有无限的听，世间的人拢来敬拜，也好我是完全的听。我要唱声，也好我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也好我是完全的爱，也好我是完全的爱。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透过松勉团契，带领众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的敬拜，再一次的来感谢，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来祷告。主，求你祝福今天晚上，让我们真的能够再一次被主你的话语所摸着，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晚我们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愿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垂听我们
同心合一的祷告。感谢赞美主，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天父的恩典实在大。阿们。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应有出，好在的艰难变做欢喜，烦恼变福气。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等你大。咱着学路开声吟诗，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你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应有出，好在的艰难变作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路开声吟诗，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
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疼，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耶和华是完全的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年团契今仔日带咱做伙敬拜上帝吼。我拄仔伫下骹其实足快乐的，因为看到真侪阿公阿嬷安尼做伙唱歌吼，啊，佮看到因伫读看即个谱的时阵，目镜安尼会凸者，我感觉足欢喜。恁知影是安怎吗？我嘛去配一个新的目镜，即个目镜是迄款老花眼镜，顶面会使看后壁，啊下骹会使看我的广告吼。因为差不多1年外，我开始发现讲，哇，我后壁看无清楚，啊，近的嘛看袂清楚吼。啊，这是因讲家己安慰，就是少年老安尼吼，其实嘛有岁啊吼，我40几岁啊吼。啊。真感谢上帝！今仔日我感觉恁选的歌足好诶，拄仔有一句是讲，无论风影还是平静，耶和华拢甲咱相甲伫咧吼。今仔日咱要来看即个约拿书吼，啊，这是咱即马根据有约的即个小先知书内底吼，啊，即个约拿书是大家足熟的一个小先知书吼，以前主要若是搬戏的时阵，这嘛是拢时常会出现的一个剧本吼。啊，今仔日咱足欢喜，即个咱的警卫泰德嘛伫咱的中间吼，咱甲伊欢迎一下吼，伊足尽忠的替咱的教会做即个管理员吼，啊嘛足热心的帮咱。啊，今仔日阁一个好消息是，咱的即个停车空间检查嘛通过吼，所以真欢喜，咱的大楼即安尼一步一步，差不多所有的检查拢通过啊吼，所以咱真正真感谢上帝赏赐互咱即个遮尔好的教育馆啊，咱好好啊来使用即个教育馆，互咱的教会真正成做即个社区的即个守望者吼。啊，无说常讲，时常讲，咱聚会的时阵有3个元素吼。咱聚会第一个是敬拜俄罗，拄仔真感谢上帝团契带咱足水的诗歌来敬拜吼。啊，第二个是上帝的话，爱读圣经。啊，第三个是爱有祈祷，甲上帝来讲话吼。所以咱今仔日暗时的祈祷会，就开始咱拄仔有敬拜，啊，念咪咱来读圣经，啊嘛有祈祷。啊，祈祷，咱拢有一个足简单，我即马伫教主有5根手指头的祷告读经法吼。第一爱啥物？赞美、感谢、认罪悔改，然后祈求。为自己祈求，然后代求，用这个5根手指头来帮助我们，好，所以咱用开始的时阵，咱先用2节的经文来做咱的祈祷吼，因为咱有这个感谢甲俄罗的祈祷吼，咱用诗篇138篇第1节到第3节来做咱感谢甲俄罗的祈祷，来请咱做伙来读，请。我要专心感谢你，
伫遮的上帝的面前要唱歌俄罗里，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俄罗里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做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叫的日，你就应我，鼓舞我，互我的心有气力。诗篇130篇第1节到第3节，咱嘛用即个诗篇51篇第7节到第10节来做咱的悔改甲清气家己的祈祷吼，请咱做伙来读来。求你用牛赤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得着看起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求你按你的名免面无看我的罪，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洁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诗篇51篇第7到第10节吼。所以咱今仔日要来看即个约拿书吼，即个约拿书真短吼。若是咱头前有圣经，你要做伙来献来看嘛会使吼。约拿书拢总4章尔吼，所以咱做伙来看吼。即个约拿书有足侪讨论，伫上课的时阵，老师嘛介绍旧约，伫介绍即卷书的时阵，有讲到即个约拿书吼，有足侪讨论。大家拢伫讲即个约拿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吼？有足侪人讲这就是一个故事就是内底有足侪比喻要互大家会知影讲爱悔改无亲像约拿安尼无听上帝的话，会互即个大鱼食去吼。毋过大家就伫讨论伫地中海敢有即款的大鱼会使将人吞落去3工伫伊的腹肚内，阁无代志吼。所以有足侪讨论。毋过因为新约有2个所在有记着耶稣伫回答即个文士甲法利赛人的时阵，伊有讲着即个约拿书吼。咱做伙来读记载伫马太福音12章吼。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想请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回答他们：“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同样人子也要3日3夜在地里面。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耶稣在这边就是在讲他自己更大的，现在已经要来跟你们讲了，要悔改，你们就可以得救哈。所以因为耶稣在这边有这样子的引用约拿书哈，所以让这个约拿书的分量就变得很重要哈。所以很多学者后来经过讨论说，约拿书摆在我们的正典里面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卷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总共有4章。然后第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经到达我面前。”好，第3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哈，就我觉得约拿是一个很真实的先知哈。如果今天突然听到上帝跟我们说：“以文，我要你去做什么？”我可能一定吓坏了，说是好，马上出发哈。可是这个约拿听到的时候，往尼尼微去，他却是往他斯哈。尼尼微是在这个以色列的东边，可是那时候大海
听说这个他施在西班牙哈，所以他往大海的另外一边去，就是跟这个尼尼微相反的地方哈。他这边经文就没有说明说为什么这个约拿他决定不去或去，或者是犹豫或者是矛盾哈。很多人说可能约拿很不喜欢这个尼尼微哈，因为尼尼微是什么？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好，亚述帝国是那时候非常残忍的一个帝国哈。听说亚述帝国它是用恐惧来统治它的帝国哈，他把那一些不听话的其他的国家的百姓哈，就是用那个树干，然后把它削成这个大木桩，然后就把不听话的这些犯人百姓串在那个木桩上面，然后这样子游街哈，让所有的百姓、其他的国家的军队非常害怕亚述帝国哈。所以亚述帝国真的是按照圣经这样说的，他的恶已经满到上帝的面前哈，所以他派约拿要过去。好，那约拿看到这个有一艘船要往他施，他就进去了，而且他在船身里面就睡着了。然后结果这个海上就刮大风哈，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哈，就是这一些水手都不是基督徒，不是犹太人，他们遇到这个大风浪哈，这个非常不寻常的这个暴风雨，在那个季节或是在那个时候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暴风雨，所以他们都体会到这一定是一个跟神明有关系的事件哈，所以所有的船员他们开始能做的人能做的事情，他们一样做，他们把这些行李不重要的先丢，然后到后面重要的也开始丢，想要让这个船轻一点，看他们能不能保住他们的性命，保住这艘船。可是他们发现没有办法，这个船越来越摇得越来越厉害，风浪越来越大，他们开始祷告。各自向他们的神明祷告，然后嘞，他们发现，怎么有一个人在下面睡得好好的，还在睡？把他挖起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国人？你是拜什么神的？赶快，现在一起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发现，这个约拿这时候知道说啊，这个是上帝在跟他讲话，给他一个意思，知道说。我知道你做的事情，我不高兴，所以约拿怎么样？他跟这些水手说：“你们只要把我丢到海里，这个风浪就会平息。”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哈，平常我们这个也是一个神学老师的反省哈，他说我们当基督徒很容易会有一个道德的优越感。我们觉得我们信上帝，我们都是好人，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做礼拜，我奉献，我帮助别人，我有爱心，好，然后这个优越感在这边就是显示说，其他的水手拜别的神，他们一定听到有人自愿说啊，就是我就是那个罪魁祸首，他们一定是什么？现在台湾的气氛就是很喜欢。指责别人说啊，都是你们的错，都是你们的错，不是我的错，啊，只要有人愿意这样子跳起来当挡箭牌，一定把他推出去。但是这边很特别的是，这些水手听到约拿承认他是这个罪魁祸首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没有把他推出去，当做这个替死鬼，他们还想说，真的吗？真的是他吗？不然我们来抽签看看。好，在这边埋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些外邦人，我们平常觉得说啊，那些一定都是有罪恶的有罪的罪人哈。那可是在这边他放了一个很小的伏笔，这些水手们居然比这个约拿还有道德正义感，说不行，这样子对你太不公平了，不然我们来筹钱。结果真的筹到约拿。然后当他们好像真的没办法，因为不然整条船好像都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们把约拿丢下去，然后发现这一个风浪突然就停下来了，他们就知道
这个约拿刚刚所说他信奉的那一个创造天地的神是真的，所以约拿在这边透过他的行为，又让一船的水手得到福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哈。结果啊，这边大家觉得约拿掉到这个海里面，是马上被这个大鱼吃掉，还是死掉？这边大家都想说，像那个小木偶皮卡丘那个皮诺丘哈，被大鱼这样吃掉，然后在里面还可以点个蜡烛，然后找里面有什么东西哈。这边有很多的讨论哈，说其实约拿应该是经历过死亡，因为他有说我沉到海的底下，我被海草缠绕，我到地府去，然后那个地的门拒绝我哈，所以有很多老师在讨论说，其实约拿在那边应该是经历了死亡。当我们在那种很冷的海水里面被丢到海里，大概不用1分钟、2分钟，我们就会冻死，然后沉到海底哈。所以这边有一个讨论是说，其实约拿是真的经历过死亡，然后这个大鱼是把他的尸体含到嘴巴，吞到胃里面。过了3天，另外一个神迹出现，约拿复活。所以为什么耶稣这么多神迹里面会取约拿的神迹来跟他自己3天后钉十字架、3天后复活的这个神迹来相比，是有原因的。所以约拿也是在旧约里面经历过死而复活的神迹的一个例子哈。好，所以啊，约拿在他的在肚子里面经过了3天复活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所以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就向上帝认罪悔改，他说：“好，我会还这个愿，我愿意去尼尼微，像那些可能是我很不喜欢、我讨厌的，甚至是敌国，他的敌国，来宣讲上帝你要的福音。”所以这个时候，大鱼就把他从肚子里吐出来，放到陆地上，刚好就是要往尼尼微的城的路上哈。好，所以耶和华的话第2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把我告诉你的信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哈，好，约拿就乖乖的出发。结果嘞，接着在第3章的第3节，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他说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约有3天的路程哈，就是这个城非常的大。如果你在这个城里面要逛街的话，可能要逛3天，你才可以把它逛一圈。但是他说约拿只走了1天，而且宣告再过40天，尼尼微要倾覆了。好，我有去算一下，总共12个字哈，在第3章第4节，再过40天，尼尼微要倾覆了。然后嘞，就走了。他只这样子丢下12个中文哈。如果去查原文希伯来文，听说是5个字哈。再过40是1个字，好，然后天是1个字，好，然后尼尼微要灭亡毁灭，好，总共5个字。在希伯来这个先知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最近在读好多先知书，常常说，哇，都不知道要选什么金句哈。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好难读哦，一直在说你们要认罪、要悔改，然后用了好多比喻，用了好多诗歌，然后有时候好长的一篇，然后读起来好像又有重复哈。可是这一个先知，全本圣经最短的宣讲的信息就在这边，只有5个字，在40天，尼尼微灭亡，5个字，然后转头就走。我不知道这个约拿是不是那种真的很叛逆的小朋友哈？我们当时说小朋友，孩子有2种哦，一种是爸爸妈妈吩咐你什么事情，好马上去，然后开始做的时候，爸爸妈妈一转头，他又开始做别的事情。
然后有另外一种小孩是爸爸妈妈吩咐事情，第一个反应不要，绝对不要。可是爸爸妈妈走的时候，他后来想想说，哦，好啦，其实爸爸妈妈刚刚讲的有道理，所以还是会默默的做哈。啊，我不知道约拿是哪一种小孩，他第一次，上帝跟他说你要去尼尼微，不要，逃到海里被吃掉，吐出来。上帝第二次跟他说你要去尼尼微，这一次他说好。可是他到了尼尼微的时候，他把上帝的话，我不知道上帝原本跟他讲的话是多长，可是他只讲五个字，然后原本应该走3天的城镇，要把所有的人，至少所有的人都稍微讲到，至少你这5个字跟大部分人讲到嘛。他只有走了1/3的路程，至少只有1/3的人听到，而且讲那么少，然后就走了。他是有一点这种好像。哦，好，我做到了，我有做，然后就这样子把这个任务稍微的做完就走了。然后他等着要看好戏。我们知道后面讲说他到城外面搭了一个帐篷，对不对？要等着看上帝怎么毁灭这个城哦。他知道上帝要毁灭这个城是说到做到的，他就在那边乘凉，要等着看好戏。可是第二个好玩的地方出现了。我们刚刚说这一群水手都是外邦人，可是他们因为约拿短短的信息，短短的说啊，这个是我的上帝做的，你们把我丢下去就好了。我们原本以为这些外邦人，都是比我们不好的，可是没想到这一些外邦人的道德感很好。然后这一个我们说罪大恶极的尼尼微城。从下到上，居然听了这个5个字，所有的人都悔改了，而且在在第3章的地方哈，第3章的这个第7节哈，他说这些人哈听到的话，就从最小到最大都披上麻衣，坐在灰里面，还有进食。然后这个消息这样传到皇宫里面，连国王一听，也从宝座起来，把他的王袍脱掉，披上麻布，坐在灰里，而且叫人通告整个尼尼微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牛、羊都不可以吃任何东西，也不可以喝水。所有的人跟这些牛羊也要披上麻布。切切的祷告上帝，个人都要回转离开恶道，离弃自己本来掌中的残暴。谁知上帝也许会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哈。没想到约拿绝对没有想到，他这个短短的5个字，居然从百姓到国王，还到牛羊，连动物都跟着进食。跟着要披这个麻布哈，在旧约的记载，人要悔改，可是其实没有记载过动物也要悔改哈。所以这个尼尼微他们做的是比这个旧约记载说悔改的条例还要更近前哈。他说不但自己进食祷告披麻布坐在灰里面，显示我们的心很悔改，他连动物都一起要全程这样子的悔改。果然，上帝看到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就改变心意，让他们脱离原本的灾。好，这是到第3章。接着第4章，主角又回到约拿，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约拿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他看到上帝这样子的回心转意，又原谅他哈，他终于说出他心里的话，他跟上帝祷告说：耶和华啊，这不就是我本来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害。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急速逃往他施去啊！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好，这个约拿，你看。刚刚讲5个字，现在讲一整篇哈，然后而且还引经据典哦。这一段文字我们如果去看，是从
出埃及记出来的哈。耶和华是满有恩惠、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好，这个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引经据典出来的哈。所以刚刚这个先知好像不会讲话哈，只讲5个字就走人。其实他是非常熟悉摩西五经跟律法的，但是他就是不想讲。他这时候才说出他心里的话。他说：“我就是知道你会原谅他们，所以我就不想做这个事情啊，跟上帝耍赖。而且他还什么？现在最常常发现的一个叫情绪勒索哈，他还跟上帝勒索，情绪勒索说：不然你让我死了，我现在活着比死的还痛苦哈。然后上帝怎么回答他？上帝轻轻的一句话说：你这样发怒对吗？你这样子发怒有道理吗？”好，就这样子轻轻的反问他，非常有智慧。好，这句话我也要把它背起来。以后，艾文、爱心吵架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子吵架有道理吗？哦，要很温柔的跟他们讲哈，然后先让他们看完约拿书啊。所以这个约拿出城，他就坐在城的旁边搭了一个棚子嘛。然后这时候上帝就用一个很特别的蓖麻的，让他在一夜之间长大，遮住他的这个棚子，让他享受在那个沙漠旷野里面很炎热的气氛哈。然后给他这个蓖麻的，听说可以长到3公尺，一天1个晚上。然后让约拿在那边看着等着这个事情发生。然后约拿一看到早上起来发现，多了一棵树，哇，好舒服，好凉快，他非常的高兴。但是第2天，上帝又用了一个什么小虫吃掉这个蓖麻，让那个蓖麻枯死哈。这是这一段第3个神迹哈。我们听过上帝可以让人悔改，可以让大鱼吃掉人，吃掉约拿哈。连这边一个小虫子，他也可以命令他，这个小虫子你去帮我把那个蓖麻吃掉哈。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上帝的神迹是这么的神奇哈。然后结果蓖麻在一夜之间被小虫子，一夜之间长出来，一夜之间又被一个小虫子吃掉。这一个约拿又大大的生气，跟他说：“上帝，你让我死吧！这个天气这么热，然后上帝安排了一个冬的热风，一个可能是焚风哈，让他觉得说啊，我头好昏，我好热，我快要死掉了。所以他又向上帝发怒，说我死着比活着更好。”上帝第2次让约拿体会到说：“你这样子生气有道理吗？刚刚那一个蓖麻是1天长出来的，然后它1天又死掉，你都会为它这样子来挣扎，何况这个尼尼微城有这么多人，甚至还没有办法分辨左右手的，就是说小朋友还不会左边右边的，就有12万人，难道我不会爱他吗？”整个约拿书就停在这边，给我们有好多的回想，好多反省。到底我们跟这个先知约拿像不像？我们是不是常常看不得别人好？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他们愿意认罪悔改，也得到上帝的福音，得到这个怜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会有一点奶油的这个感觉？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约拿书，我们来思考到底什么是福音。好，我们今天也一样一起要来为教会的一些事情祷告哈。然后我们先来用牧师今天第3章的这个金句哈，来，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就从宝座起来，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然后我们用牧师的祷告一起来，请全能的主上帝，感谢赞美你，这是一件超乎寻常的事。当代最强大帝国的君王，在听到一位外国先知的信息后，竟然从宝座起来，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卑微自己，坐在灰中。感谢赞美主，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救恩，乃是按着你的旨意和恩典。你察看世人的行为，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使悔改离开恶道的人得着救恩平安。感谢赞美主，你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无论愿不愿意，使命已经交付给他。约拿就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将主的信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们也愿意成为宣告主话语的人，使有人会听信福音，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像约拿，一个很真实的这个人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但是这个福音的棒子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愿不愿意像约拿一样，去让其他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成为耶稣的门徒，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一样要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是为了今天的疫情哈，今天我刚刚看下午有一个确诊7个，一个本土7个国外的，可是今天没有死亡案的病例哈。然后为我们的医护人员、警消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他们已经工作辛苦了好久。然后为最近的疫苗的施打哈，大家按照原本不同的选择，现在在打哈，祈求上帝让我们有很好的耐心，等候政府的安排，然后来施打疫苗，让这个疫苗也有很好的果效哈。然后也为了这个警戒持续在2级，我们能够落实我们的这些规定哈，让各行各业开始解封，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个积极的防疫态度哈，让政府他们有智慧、有应变能力继续来带领我们，在这个疫情下继续过牧师常提醒我们所谓正常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继续为我们的疫情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人类的主，你是病毒的主。在这个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刻，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你依然掌权，你依然设立了全世界。主，求你平安的灵与我们所有的政府官员、医护人员、警消，跟我们每一个百姓都同在，让我们能够确实的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继续为教会的大讲题来祷告哈，为了现在的小组团契恢复实体，然后我们依然要有实名制、戴口罩，更重要的是怎么样保持我们的信心，更坚定的依靠上帝，让我们透过5区的长职关怀我们的会友，在这个无法接触的时刻，我们也体会到上帝他没有距离的跟我们同在哈。然后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的事工哈，我们礼拜1、礼拜2、礼拜5跟马偕医院合作，然后有这个师资的课程，然后礼拜3、礼拜4跟台神有3个课的课程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做梦哈？我是一个蛮会做梦的人哈。我最近做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噩梦哈，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梦到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梦过这个梦哈。然后像我这个变成要当牧师带牧师能的这个团队哈，有一天突然梦到自己不知道怎么祷告，哇！我那一天是突然醒过来，然后我隔天就开始翻书，然后看说，圣经或者是以前的老师到底教我们怎么祷告哈。然后我看到一个是那个施布真的那个文章哈，它里面提醒，当我们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从什么开始？从代祷开始哈。他提醒我们，祷告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你就很简单的为别人来代祷，你就会知道怎么祷告了。我看到就想说，对。我要把周报拿起来，我来为周报里面的事情祷告哈。所以我整理了我们1到礼拜6、礼拜天的这个行事历哈。我们礼拜天有很多的聚会小组啊，礼拜1有这个据点跟松年团契，然后礼拜2有这个园艺的课程，礼拜3有刚刚讲的这个据点的课程，晚上还有台神的课程，然后每天我们都开放给这个需要准备考试的年轻人来准备考试，然后礼拜5有祷告会，早上有丰盛小组，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推这个1对1的这个从怀疑到相信的这个课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外展小组。我突然把这些事情排出来的时候，然后为了这个每一个团契一个一个祷告的时候，突然我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之前在排这些桌椅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好多事情，可是文章提醒我，你可以为这个每一个椅子在排椅子的时候，你为将来要坐在这个椅子上，不管他是来做礼拜，还是他来上课，还是他来准备考试的人，为他们祷告。当我在排这些桌椅，为这个不知道是谁会下一个坐在这个椅子上来祷告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施布真老师说的话真的很有道理。透过代祷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上帝的安慰哈。所以我们一起来，你可以看着这个表，然后为里面你有参与的团契或者是没有参与的团契小组来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了我们的教育馆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你真的赏赐教会，赏赐士林教会有一个这么好的教育馆，让我们能够开始有各种的课程，不管是对于长辈的这些活化的课程、师资的课程，或者是年轻人的读书，或者是外展的装备、1对1的福音课程。主，我们看到你赏赐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赏赐我们这样子的空间跟能量，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上帝你要带领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的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主，我们为了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段不同的小组、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团契，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你一个一个的团契，一个一个都不能少。你一只羊一只羊的，要透过我们陪伴他们，把他们带回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跟着你一起来同工，跟着你一起来享受，看到你带着我们行这样子大的神迹，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从怀疑到相信的课程，还有一个外展的课程哈。现在每一个礼拜2有一个这个外展的
课程编辑小组哈，我等一下有另外一个 PPT， 我也是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神迹，好美好美的见证。然后我们同时也为了后天是北区大专事工的纪念主日，然后林婉婷牧师会来我们教会讲道请安。我们也为了明天姐妹团契的会长改选，跟最近新任的会长都已经改选出来，求主赐福赐智慧给他们，带领我们各个团契，真的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哈，来一起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那也为了我们下礼拜10月3号的这个会员合会，我们要选举下一批的长老执事，真的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能够选出合他器皿合用的器皿，成为我们的长老执事，带领着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成为这个祝福。然后我刚刚说要的是这个图哈，这个是牧师这8年来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跟目标哈。然后我想这个牧师不是8年前就已经想好这个步骤这些意向哈，这个步骤是他每一年透过跟长老执事会有的这些接触，然后的感动，一起读经祷告，一年都有一个新的方向跟目标。可是他们串起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从爱在关系、陪伴成长，到祷告聆听更深的亲近，然后我们要研读圣经，落实我们的服事。从认识真理，我们会得到自由；从我们服事人生，我们会享受到上帝的丰盛；到我们的更新转换，成为见证；到今年的这个意向是我们要成为门徒，成为合一的门徒，而且是成为宣教的门徒。我们看到这个建堂建人的这个意向拼图一块一块的搭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不是就是所谓的神迹吗？我们不是一直在求上帝给我们一个 sign 一个讯号，但是这个一步一步这8年走来，这不是就是一个很美的神迹吗？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意向继续来祷告，让我们透过现在外展小组的装备课程的这些培训老师在整理这些资料，让我们一起被装备成上帝的门徒，来做合一的宣教的事工。让我们一起来为了我们的梦想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众人都要求主上帝你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透过约拿，透过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这个独一的真神。主，谢谢你在我们这个世代依然赐下神迹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教会的意向的这个蓝图是这么的美，这一年一年一步一步的带领是这么的激发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么感动，可以这么喜乐。我们看到我们把我们手中的拼图放进去的时候，上帝你这个伟大的美丽的蓝图就一片一片一步一步的要实现。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跟着你一起来见证你的神迹。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依然要为我们心灵软弱、身体有欠安的弟兄姐妹来代祷。陈俊明弟兄在9月3号安息主怀，告别礼拜要在10月2号在二滨举行，求上帝也亲自安慰他们的家族。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就是那葡萄树，我们就是你的枝子。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像一个身体一样连结于基督元首，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耳朵、是肩膀、是身体、是手、是脚，我们都连于基督元首，让我们能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成为一个你所建造的圣殿，让我们去把你的福音传到有需要的人，让大家能够悔改向你，重新在你的丰盛的恩典里面一起享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一起用这一段祷文来做结束。全能的主上帝，恳求医治全地，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世人必听你安慰的声音，鼓励的话语，心中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勇敢面对挑战，靠主战胜艰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你的恩典乃一生之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到这里。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用一点时间跟家人、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分享这一天的代祷，这一天的感受。谢谢，平安。